米克拉達到咗4級颱風嘅等級，預料對台灣有影響。此外，喺米克拉後邊嘅熱帶擾動亦都有可能發展成為海高斯。我哋而家即刻收睇颱風新聞。各位好，歡迎收睇今次嘅颱風新聞。第一則新聞，前日凌晨先命名嘅颱風米克拉喺今日下晝已經俾廁所評咗4級等級㗎啦。咁根據東北時間下晝2點最新報呢，米克拉中心達到咗115 kT 947 HPA， 預料從西北方向逐漸變成北方向移動，並且預料達到巔峰135節。C4 級嘅頂峰嚟㗎，非常之接近 C5。咁呢，佢對港島係冇乜點影響嘅，但係呢，台灣嘅朋友要留意下啦，因為佢有機會呢個外圍環流會影響住台灣本島，尤其是係台東、花蓮、宜蘭等等嘅東部地區㗎，會帶嚟咗一啲雨。咁第二則新聞，喺米克拉後邊嘅一個熱帶擾動加 4W 都可能發展成為一個熱帶氣旋。NRL 喺21號已經俾咗個熱帶擾動編號 94W， 根據 Google AI 嘅長期預報 94W 可能喺未來遠洋發展啊，但係佢嘅強度目前嚟講呢就有啲變數㗎。再講埋香港嘅天氣預報，咁呢聽日同後日呢都會係大太陽㗎，跟住呢今個禮拜中後期呢就可能會有一啲嘅雨落，咁記得帶翻把遮啦。各位，今次嘅颱風新聞已經報道完，我哋下次再見。